第三名李文豪 HKMS 成績12秒28。第二名李康靜 WYOFF 成績12秒19。第一名譚希俊 SSD 成績11秒79。以下係男子 U16 100米決賽成績。第三名羅艾力 LHTF 成績11秒3。第二名陳子旭 LSCAC 成績11秒31。第一名張希良 WAC 成績10秒82。以下係男子 U16 跳遠比賽成績。第三名鄧海軒 PCMS 成績5米77。第二名葉聰賢 WAC 成績